講到精油，好多人第一個反應係薰衣草。我係 Julia， 但係我要同你講一個好多人唔知嘅冷知識：薰衣草唔係得一種。市面上叫薰衣草嘅精油，起碼有兩大類，一係 True Lavender， 即係真正薰衣草，學名係 Lavandula angustifolia； 另一種係 Lavandin， 又叫醒目薰衣草，係真正薰衣草同穗花薰衣草嘅雜交種。點解要分清楚？因為醒目薰衣草含有較高比例嘅樟腦，有提神作用。如果你瞓前用錯種，反而會更加精神，瞓唔着。真正薰衣草入面嘅沉香醇同乙酸沉香酯，先係研究發現可以幫助降低皮質醇，即係壓力荷爾蒙嘅成分。一個日本研究發現，吸入真正薰衣草30分鐘後，受試者唾液入面嘅皮質醇水平顯著下降。所以買薰衣草精油之前，記得睇清楚係邊種。你平時買嘅薰衣草係邊款？你又係點樣用佢？留言話我知。有香有樣有時尚，香氣屢見。我係 Julia。